真出名的新竹地花到今已经培育1600多种的品种，最近是开花期。不过花农所发现讲，这几年开花时间是愈来愈早，网友认为讲，真有可能是受到地球气候影响的关系。若提早开花，这花期要愈地情形。花农用心照顾，每一丛地花看起来拢真水。新竹是地花故乡，总面积有15公顷。占全台湾约1/3。我旧历过年是地花大出的时阵，不过最近这几年地花开的时间愈来愈早。花农认为应该甲天气有关系。讲今年的气候，甲即马拢无冷无寒流。哦，你就顶礼拜六、礼拜日，迄两天的气候敢若热天咧。所以讲即款天气咧，咱的地花开了特别紧。但是地花若爱水是天气爱冷。天气若愈冷伊的色水愈水。花农讲，因为地花大土，无法度通过检疫，所以嘛无法度出口，敢若会当靠国内的市场。不过这几年台湾市场已经甜啊，爱靠培育新的品种来对时代进步，嘛才有法度满足现代人爱新爱变化的胃口。无法度出口，你若讲一个农产品若无法度出口，咱台湾的市场就是安尼尔。啲地花就包好啊，包好阮爱行伫人的头前啊，要安怎行伫人的头前，阮就做新品种嘛。花农嘛讲，地花毋若看水尔，地花嘛是有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，会当摕来做地花雪纹、洗头毛巾、抹身躯膏等等。即马当是地花开花的季节，新竹嘛举办地花季活动，登记到明年2月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